互咱的信息，耶稣进入了圣殿，请咱恭敬来听。所敬听弟姊妹，大家平安。互咱伫4月份的头一主日，就是圣餐的主日，互咱同齐做伙来敬拜，咱三甲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因为你伫历史的中间做了奇妙的事，就是通过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为着救赎人类来流出宝血。完整受恩的囝儿有这种的恩典甲福气，搁一摆甲主三甲坐倒，搁一摆纪念通过耶稣基督伫世间上尾一礼拜所完成一切救赎的事，互阮甲主同行苦路，会当体会甲受苦的人同受苦，也会当活出圣洁的心，互主欢喜。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今日是历史的中间，耶稣骑驴仔入去到伫耶路撒冷的圣殿，也通讲是棕树主日，是纪念耶稣基督伫世间上尾一个礼拜，伊用君王的款式进入伫耶路撒冷的圣殿。互人亲像英雄安尼来好款待，有侪人用衫铺伫路里，手提棕树枝，伫遐学了讲：至权归伫上帝何塞那，何塞那，何塞那归伫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应该得到学了。咱知棕树枝是代表得胜甲和平，何塞那是代表得到拯救甲学乐，耶稣基督是值得咱学乐甲敬拜，伊要将和平赏赐伫人类的中间。总是无拍算，过几日了后，就祭司头甲经学士就用假冒来害耶稣，伫彼拉多的手下来受钉十字架，死埋葬。第3日国活，伫这一礼拜中间就完成这所有的代志。伫教会历内面就称作这个礼拜就是受难周，也就是讲，咱伫这个礼拜内底，咱用主耶稣的悲苦路，咱甲伊同行苦路，也咱通过这侪侪灵修的经文，咱做伙来祈祷，来读圣经，来经验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甲恩典。所以伫这礼拜中间，咱就避免有郊游、有去佚佗，甚至有结婚宴乐的代志，会当用灵修祈祷，甲主同行苦路。咱今日所读的圣经，伫四福音书内底，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拢有同款的记载，耶稣骑驴仔入耶路撒冷的圣殿了后，伊就清去这个圣殿。兼且今日这个讲题有较严肃，因为这是耶稣真严格来到伫圣殿的中间，看见有这个做生意、买卖换钱，甚至这用精神来赚利益这人。耶稣秉道秉义真受气。咱来看约翰福音第2章有同款的记载，主耶稣用手做这个鞭来鞭拍这个人，咱真少看到这种的情景。总是为怎样耶稣伫这个所在这么受气？咱要通过今日咱所读的圣经来甲咱三甲分享。总是大声，咱要了解耶路撒冷的圣殿的设计。大声，这个圣殿就是咱用这个教会来比拼。伫这个圣殿的外面，就是外邦人，通讲是，才会做人伫迄个所在行来行去。
也未入来这个圣殿的内面，就是有侪这犹太人的妇女甲这个男性伫迄个中间。然后入来到伫遮，这叫做圣殿，就是一般祭司伫这个所在，伫遐敬拜、伫遐献祭所在。这个讲坛就正做是至圣所，就大祭司一年才有一摆入到伫大圣所，这个至圣所的所在，来替人民来祈祷，来求赦免。即使上帝若无赦免，大祭司就爱死伫这个至圣所的所在。所以礼拜是相当严肃的件事，这是为宣扬耶稣的受气来到伫这个圣殿的所在，因为这个圣殿是要互人祈祷的所在，总是已经正做插手。咱知影耶稣伫过去伫圣经所记载，伊是有权柄来教导上帝的真理，伊还阁会当行侪新约甲技术，互艰苦人得到医治，目睭无看见的得到看见，歹骹会当得到行路。所以对加利利有侪人客就来到伫耶路撒冷这个所在，要过一个重要的节期，叫做盘过节。咱知伫犹太人的内底有3个真重要的节期。头一个就是盘过节，纪念伫上帝的拯救。伫出来埃及内底，咱通看见摩西要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阵，法老王唔肯，上帝惊10个灾难，到伫最后一个就是杀死所有埃及的大囝。总是受上帝救赎人伫这个门槛的所在，抹羊羔的血，这个家庭就会当得到保守，得到平安。所以盘过节是一个代表上帝拯救的节期。大平安节、五旬节，这3个节期，就所有人民至少一年爱选到一个节期来到圣殿来敬拜。咱看见有这么多人来到伫耶路撒冷这个圣殿的中间，当时耶稣也来到伫这个圣殿。伊大声伫马可的中间，咱通11章11节讲，耶稣看到四周围了后，哪会遮尔啊吵？这圣殿是遮尔啊吵，有真侪人伫遐买讲话，亲像菜市啊共款。所以耶稣伫遐足受气来处理2件的代志。头一项就是伫这个圣殿的外面，有这个无诚实来换钱的摊贩。咱知影，伫罗马帝国统治下面，人民拢爱用罗马帝国用的钱，就亲像台湾或日本统治的中间，台湾人爱用日本钱共款。总是大众来讲，这犹太人到伫圣殿的时阵，因一年爱有一摆来纳圣殿的税。咱今日拢用奉献，还是月献？都是当时人因一年到伫圣殿3个节期内底，至少选一摆来月献。这个月献就是半色克的，就是一般人4天的工资，做圣殿税来奉献。总是伫耶路撒冷圣殿的中间，佫有一个规定，袂当用一般钱来奉献，敢若会当用2种钱来奉献。一种就是圣殿所印的钱，叫做圣殿的钱；佫另外一种就是加利利的钱。为什么伫罗马帝国统治的中间，这加利利会当家己印钱？因为加利利的犹太人有反对常常革命这个罗马帝国的统治，所以罗马帝国为着要安达这加利利的人，互因会当家己印的钱，1对1同款，就是罗马的钱1箍，加利利的钱也1箍。所以伫圣殿就会当用圣殿印的钱，也是加利利的钱，拢同款会当奉献。换句来讲，这真侪朝圣的人，伫逐所在来到圣殿，但因需要奉献，伊拢砸外国钱，
有时早欧洲的钱、早美国的美金，即拢袂当奉献。但是今仔日咱的礼拜，你若早美金、犹原会当奉献。咱当时是袂使的，所以呢，因就爱伫圣殿的外面有遮个摊贩去遐换钱啊。就亲像咱有银行会当伫遐换钱，但是伫迄个换钱的过程内底，就有即个汇率。比如讲，你若是换100块，伊就爱摕20块做伊的汇率。伫即个中间来割舍，遮对外国还是外邦来的人来到伫即个圣殿的中间。咱知影摩西律法安尼写讲，毋通无好款待即个出外人。即个出外人来到圣殿，你换钱，你阁甲伊割舍，阁甲伊摕手续费，爱摕偌济手续费1/4会写起来，就是一般人2工的工资。用遮尔悬的即个手续费，为着要得到利益。虽然看摩西五经内底利未记19章33节甲34节安尼写，摩西讲：你毋通欺负伫恁国内遮的外侨，还是出外人，你着爱好款待因，亲像以色列同胞共款，着疼因亲像疼家己共款，会记住。恁伫较早的时阵，恁嘛做寄卡的，做过出外人。头一个耶稣伫圣殿内底真受气，这换钱的人，是因为因无好款待这出外人。伫换钱的过程内底，伊就趁人的钱。意思耶稣真受气，看见这圣殿的祭司割舍出外人、送乡人。所以耶稣真受气。第二项就是官商勾结的遮个卖牛卖羊遮个摊贩。咱知来献祭人主要用钱做圣殿的税来奉献。嗰一个就是因爱用祭物，就是牛、羊、放假来献祭。较好嘅人就用牛甲羊，较善车人就用放假来献祭。总是，说出咱比一个例来讲，咱台北是一个圣殿。但伫中南部的人要来到伫台北的时阵，请问因敢有可能牵一只牛、牵一只羊来？敢有可能？无可能啦！上面安尼嘛歹看，上面也歹照顾这只羊甲牛。所以大部分的人来到圣殿的时阵，因拢无炸这物件。就是来到圣殿这个摊贩的所在来买，然后来献祭。总是伫这个献祭过程内底，这个祭司就扮演真重要的角色。对，你要献这个牛，要献羊，要献放假，爱完全无下处。就祭司伫迄个中间，甲你转一个引啊，讲合格会当献祭，安尼这个精神才会当伫遐献祭。总是问题是安尼，祭司常常对伫这圣殿外买来的物件，伊伫遐刁难，伊伫遐嫌东搁嫌西，讲这个羊的大腿有一点仔歪，这个粉鸟的丝啊有歹去，无合格，袂当献祭。但安尼时阵，因就袂当用献祭来到上帝面前，安尼要安怎？因就爱摕即个物件到伫摊贩的所在去交换，来换牛、换羊、换这粉鸟。也就是讲，伫这圣殿，这摊贩大部分拢是祭司甲这生理人伫迄个所在来交结。伊去换的时阵，换好才来献祭。其实伊迄只本来是完全会当献祭。但因爱嫌东嫌西了，伊就爱搁用钱搁去换，搁买一只来献祭。那安尼时阵，就是已经就是祭司甲这个摊贩一种的交结，然后要得到中间的利益。用好的讲袂使，搁去换，然后换了的时阵，迄只搁去卖互别人，这祭司就趁2倍的差价。这就是官商的交结，
中间摕到利润，赚不义的钱财。圣殿本来是要互人祈祷来敬拜上帝，总是但已经成做一个无诚实、欺骗、交换利益的所在。所以主耶稣真生气，将这个刀啊、椅啊，拢来扯倒，甲这个换钱的拢来扯倒，甚至用鞭拍这个做生意的人。耶稣清气这个圣殿，对今咱的教会来看，就是有这样白贼无诚实的，伫这个圣殿的中间。因为这个圣殿，这个礼拜堂，咱来到这个时阵，咱就是要安静祈祷来亲近上帝，承认咱所犯的过犯，咱所做的唔对，无论讲话行答，还是咱伫做生意的内底，咱无实在。所以圣殿是敬拜上帝祈祷的所在，总是即马就成做一个买卖的中间。用这个圣殿来看今仔日的教会，今仔日教会内底也同款，有人甲人的中间批评、论断、冤家，甚至有侪侪八卦、讲袂出，伫人的后壁讲无应该讲的话，这拢是一种对人一种的伤害，也是一种无诚实和上帝的心艰苦的所在。所以，主耶稣讲，上帝圣殿要成做万人祈祷的圣殿。换嘴来讲，这个教会就是今仔日咱讲的圣殿。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人要敬拜上帝的所在。教会就是人要祈祷的所在。所以，咱今日来到教会中间，入来到伫这个所在，是真严肃的所在。所以，咱都唔通搁隔壁头前搁伫遐讲话。那照当时耶稣的时代是爱甲你赶出去，因为无敬虔。所以，咱会当搁一摆通过这台圣经来了解。所以，人来到上帝面前，是爱认罪悔改、流目屎，亲近上帝，知影家己的不义，家己无老实，家己无圣洁，用诚实敬虔的心来到上帝面前，这就是教会一个真要紧的所在。也就是主耶稣伫当时的圣殿的中间，看见这人真受气。来鞭拍才会做生意的人。同款见咱伫教会生活内底，有时阵，咱因为伫小组、伫团契，大家真熟悉，咱就推销物件、推销保险，咱卖物件。我相信，这也同款含入伫一种的情景内底，因为咱要赚淡薄仔利润。以弗所书第2章14节到16节，保罗安尼讲：耶稣基督亲自甲和平赏赐互咱，要互犹太人甲外邦人合作一个，要互家己的身躯来杀倒迄个互相抵挡的墙。主耶稣借着十字架顶的死，基督停止了互相对敌的形式，照着十字架，互两个成做一体，甲上帝和好。虽然来到上帝面前，是要甲上帝和好，来承认咱的无完全。所以主耶稣对遐抵挡人来亲近上帝，是真受气。总是圣经安尼写伫14节安尼讲，来到上帝遐有破病的。目睭看袂到的，伊耶稣就伫遐医治因，来帮助因，互无看见的得到医好，互摆开会当得到行路。虽然用敬虔的心来到上帝面前，咱爱用亲像诗篇51篇第17节大笔的诗安尼写，讲上主啊，我现的这是什么？我所现的是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
你无拒绝。上帝是看咱的内心，毋是看咱的外表。咱来到上帝面前，用一种真艰苦的心、忧伤的心，因为咱无完全，咱有做上帝看做无欢喜的代志，需要上帝的怜悯甲赦免。咱的心内定心，互咱有一个正直的神，良善实在伫咱的中间。所以约翰福音第4章24节就安尼写，讲上帝是灵，敬拜伊的人爱用心灵甲真实来敬拜。邀请咱兄弟姊妹来到上帝面前，咱也是用这种的祈祷，咱用诚实的心求上帝来怜悯咱。第三项，耶稣要伫台来重建这个圣殿。咱看约翰福音第2章19节到20节。约翰福音第2章又同款写这段的圣经。主要所讲，这个所拆的圣殿，我3天内底就要甲伊重建起来。伊讲，这个圣殿用46年的时间才做成，你太讨会当伫3天内底甲伊起起来。咱来看这段圣经的背景，咱就知伫大希律统治巴勒斯坦以色列的时代，伫主前16年，伊用真大一笔的钱来重建这个圣殿。咱对历史内底，咱知影耶路撒冷的圣殿有3摆受毁坏。头一摆起造的是所罗门王，就是起好了后。第586年，以色列人受掠到伫巴比伦的时阵，就巴比伦人把这个圣殿毁坏去啊。所以第2摆，亲像尼希米，亲像哈该，像撒加利亚，因就是倒转到伫圣殿重建这个圣殿，到伫罗马时代，佫甲伊破坏去，所以第3摆佫伫遐来起造起来。其实主要说伫这个说法，伊要表明迄个3日是什么意思？因为犹太人所毁坏的原因，是因为因无诚实来敬拜，已经是侮辱上帝的圣殿。所以这个受拆毁的圣殿，因为上帝神圣已经无伫这个中间，所以爱伫迄个中间来看见上帝。伫迄个内底，伫圣殿的中间，因为人无诚实，人的欺骗，上帝已经无伫圣殿的内面。所以主要所讲，伊第3日要重建，意思是讲用伊的性命死，国活，互人伫耶稣基督内底正做新创造的人。今仔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伫耶稣基督的救赎内底。咱要正做新创造的人，互咱有新的活命，互咱有圣洁的生命，有诚实、有老实伫咱的生命中间。主要所用3天的时间，就是伫这个礼拜就完成死埋葬，第3天国活。所以咱伫后礼拜，咱就是要庆祝国活节。教会是上帝的圣殿。但每一个人的身躯嘛是上帝的圣殿，所以咱的身躯唔通拍垃圾去，上帝圣殿也唔通拍垃圾，因为圣洁的主伫圣殿的中间，通过这服侍人，这祭司，今仔日的牧师、中职兄弟姊妹，咱要服侍上帝，咱爱用上帝的仁爱、慈悲、怜悯的心来服侍。唔通用因为宗教信仰来满足家己的私欲，亲像咱今仔日咱伫台湾的内底有真侪用宗教名义骗财骗色等等一切代志。今咱的教会甲其他的宗教无共款的所在，就是咱用真实的心，无人的性命伫遐得到改变。基督教是一个讲性命的宗教。要重建这个圣殿的大圣爱清气，
将这误会拉山爱清去。亲像咱的教堂即马要重建，要拉皮，爱甲旧的物件，已经40年的物件，该摕掉，然后再用新的来起造起来。同款，咱求圣神来光照咱的心，当咱要进入伫迄个古仔节的时阵，求上帝灵、圣神来清去咱的心内，互咱有一个悔改真侪心来到主的面前，也通过这个圣餐，搁一摆经验主的怜悯，甲咱三角地带。因为咱正做圣洁的器具，才会当为主来做水的见证。愿上帝怜悯咱，赐福伫咱的中间，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搁一摆通过你启示阮的话，也看见主耶稣基督怎样受气伫圣殿服侍中间的祭司。因为人的贪婪就破坏伫上帝你的神性。主啊，愿也求你来赦免。伫阮的生活内底，阮犹原也陷入即种的陷阱，因为阮的喙无清气，阮的行为无教义，互主你欢喜。阮就用真侪悔改心，用祈祷求主你来赦免。主啊，阮恳求你，互阮有更新的生命，互阮有圣洁的心灵，因为上帝你是监察阮心思意念的上帝，互阮每一个服侍你的人，拢会当真做主所欢喜，也用这种圣洁的心来服侍兄弟姊妹，互每一个人来到伫主的面前，通过阮的祈祷、阮的代祷、阮的关心甲安慰，互人体会上帝你踮伫阮的中间。愿伫你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